根據網上嘅國際孤獨等級表，一個人搬屋咧叫做第9級孤獨。上天俾我一個功課啦，就叫我真係要放低啦，放低過去一啲嘅包袱啦，分享下一個人搬屋啦嘅生活嘅苦與樂啦。住個村屋係翻唔到轉頭嘅，但前提係咧要適應一啲嘅簡約生活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叔啊。好多人我喺 YouTube 拍長片啊，follow我 IG 或者舊片嘅人咧，見到我今日嘅我咧，可能第一時間咧都話：哇，飛叔做乜瘦咗咁多啊？我身邊朋友都係咁講，個人原本已經唔肥噶啦，已經瘦噶啦，而家瘦咗係幾個圈啦。而家係2026年嘅7月啦，大家見到嘅我咧，其實已經好咗少少，比起早1、2個月好咗少少噶啦。點解咁瘦咧？就因為有啲工作啦、壓力啦，同埋大原因係早2個月喺4、5月就搬屋，一個人搬屋啦，一個人處理晒所有嘢咧，嗰種壓力排山倒海咧，咁真係瘦都幾難啊！呢個轉折咧就係我之前係住長沙灣嘅，都住咗10幾年啦，咁就搬去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元朗新田，即係由細到大咧，因為我細個係住南區華富村長大啦，跟住就搬去西環，又再去九龍，又長沙灣，真係入元朗真係10隻手指都數得晒嘅地方，冇諗過為一個市區人咧，突然變咗一個村屋嘅新丁咁樣。我村屋就唔係咩豪宅嚟㗎，純粹係一個即係普通村屋啦，分享下一個人搬屋啦嘅生活嘅苦與樂啦。首先講下點解要搬去咁遠咧？元朗咧，咁長沙灣住得好好地，住咗10幾年嘅，咁交通又方便啦，出入又方便，買嘢又方便喎。個業主咧都老人家嚟㗎啦，咁佢決定係賣樓退休啦咁樣，咁就個租約又唔會賣㗎啦，咁決定賣樓嘅話咧，咁我就突然之間又要搵地方搬啦。大家知啦，因為我舊居頭先講住咗10幾年啊嘛。咁就業主都冇乜點加租嘅，好感恩。以我以前舊居嗰個租金市區咧，就係好難再揾到一個係2房嘅市正單位噶啦。咁就除非要住劏房嘅啫。咁我又覺得我唔想咯，我又唔想犧牲自己嘅生活質素咯。當我放棄咗個住市區嘅限制，突然之間我覺得原來香港仲有好多選擇嘅喎，咁就不如放眼去其他嘅離島啊、新界區。我記得我4月初開始揾樓啦，第一個揾嘅遠離市區地方係離島㗎，我去咗一次係坪洲嘅，咁就坪洲嘅地方好舒服啦，好寧靜啦，但個單位比較舊，同埋咧出入一定要搭船咧，我覺得雖然我暫時都係自由身工作啦，但係有時都要周圍去㗎嘛，周圍去工作啊咁樣啊，開會啊嘛。咁樣下下要搭船出入市區咧，咁就會好唔方便咯。咁輾轉之間咧就揾咗新界啦，揾咗元朗啦，其實都喺元朗都睇咗好幾個唔同嘅單位嘅盤嘅。咁就最後揀咗新田嘅單位啦。呢度大概係350尺，咁就2房啦。咁最中意佢個面積好實用嘅，咁就唔同嘅市區咧，市區通常有實用個面積同你實際個面積好唔同啊嘛。我以前單位就話係2房單位，但係實際得個200幾尺，有大窗台，呢度又冇窗台嘅。咁314就真係300幾尺咯，係好見使啦，同埋係頂樓嚟嘅，咁又冇天台，但係有露台啊嘛。咁每日翻屋企咧，咁又要行幾層樓梯啦，咁就不過而家習慣咗咧，咁就覺得好似當做運動咯，咁其實又唔好，即係好辛苦啫。露台啦，講緊露台咧，因為以前除咗我細個咧住屋邨有個大騎樓之外咧，我大個搬出嚟咧都係冇露台嘅。而家有個露台咯，好好啦，可以曬衫之餘咧，又可以好正咯，可以去曬下陽啦。因為個露台啱啱個單位向西啊，咁就可以睇到日落啦。有時咧悶悶地咧，哇睇日落咧，心情我都好輕鬆，好療愈噶。根據網上嘅國際孤獨等級表，一個人搬屋咧叫做第9級孤獨。咁我 I 人嚟噶嘛，今次又獨自升級啦，耶！一個人搬屋咧，到底有幾麻煩咧？朋友又唔係冇嘅，但係各有各忙啦，無謂打攪人哋啦。加上個地點都比較遠嘅，你叫朋友專登走過嚟幫我搬屋咩？咁我覺得
一個人應付到嘅，不如一個人處理啦。咁我以前10幾年前搬屋嘅時候都有一段關係啦，咁而家冇咗啊嘛，咁就唯有咪靠自己咯。搬屋之前咧，最深刻嘅過程咧就係斷捨離啊，即係清理好多雜物。我記得抌咗好多嘢啦，有啲書我係捐咗出去啦，有啲嘢真係捐唔到嘅，唯有抌啦。衫我抌咗好多，有啲係 N 年都冇着，或者諗下之後都應該唔會再着嘅嗰啲衫啦、雜物啦，同埋好多禮物仔嘅杯都成箱咁樣，有啲杯根本唔會用嘅，根本就唔會用咁多酒杯，一個人有幾可招呼朋友嘅，抌好多嘢。咁突然之間我覺得杯抌嘅時候咧，我覺得輕咗喎，抌完之後我覺得好舒服，終於可以拋棄嗰啲嘢。搬屋呢樣嘢都係上天俾我一個功課啦，就叫我真係要放低啦，放低過去一啲嘅包袱啦，放低過去一啲嘅根本係嘅物件都有個能量喺度嘅，放低一啲物件所帶來嘅負能量啦、記憶啦，你就算記得咪算咯，或者你根本係記喺個腦度咧，你已經係都嫌煩啦，點解仲要 keep 個物件喺度咧？一個人其實當清理咗好多雜物嘅時候，發覺原來我需要嘅物件其實好少嘅喎，需要可能係一箱嘅衫，一啲嘅有用嘅書，或者一個電腦啦，或者一啲煮食，或者一啲嘅基本嘅用品，其實生活到嘅喎。其實好多嘢係多餘嘅喎，你係留低，只不過係你覺得係有回憶，其實係嗰種回憶係咪真係值得回憶咧？咁呢個到搬屋嘅時間啦，我又揾搬屋公司嘅搬運公司嘅，咁就一次過有10幾箱啦，同埋一啲嘅電視機啊、雪櫃啊、煮食爐啊嗰啲雜物就一次過搬啦。嗰日啦，或者之前咧，我都抽咗幾篋嘢過去，自己一個人啦，上落樓梯啦，係啦，又要搬去咁遠啦，從新華搬去元朗啦，都係幾辛苦下噶。搭車，即係初頭又唔係好熟路咧，點解轉嚟轉去開住個篋咁樣咧？咁如果你話唔瘦都幾難啊！搬屋之前咧，最大考驗咧就係因為啱啱4月就接咗個 part time job 咧，就係要翻工啦，翻展覽會啦，咁又要由朝做到晚嘅，咁翻 part time job 咧，一嚟搬屋都花好多錢噶嘛，咁要幫補生計啊嘛，冇計噶。喺到4月尾，我做完嗰個 part time 之後咧，先至去劈箱啦，咁樣每日要夜晚先劈箱。我記得係到5月初搬屋，我4月尾啱啱出糧啦，我覺得有啲家私先至訂噶啦，以為係啱啱好趕得切啦，點知咧，因為我又貪平啦，大家都可能係去上網喺啲淘寶拼多多咁買貨啦，咁我就諗住張床同個 sofa 都係喺拼多多度買，點知個廠家就話咧，床咁大型，佢係唔送去香港。咦？但我落咗單咯喎，攞單2日，第2日就正式搬咯喎，佢先話唔送，我點算咧？咁即係 cancel 咗我打啦，咁又喺咁講平台問其他廠家咧，原來床佢都係唔送喎，咁大劑啦，咁我冇床瞓，咪即刻唯有喺香港訂啦，訂但係都要1個星期先嚟到我屋企送到屋企，咁即係話咧，我搬入屋咧，就起碼有1個星期咧，我係冇床瞓嘅。唯有咁都要搬咗先㗎咁樣，咁就我記得頭一晚咧就係我鋪2張棉胎喺地下，然後就瞓地下咯。頭一晚就真係好辛苦，因為瞓唔慣地下啊嘛。我以為係喺日本我瞓個榻榻米啦，咁其實又唔係嗰種感覺嚟嘅，真係唔慣。日本嗰啲榻榻米嗰啲地板又冇香港啲地板咁硬啊嘛，又瞓唔到啦，咁咧條腰又好似辛苦咁樣啦。但係到第2、3晚慢慢咧又習慣咗，又覺得冇乜嘢啦，都瞓到啦咁樣。sofa 都未送㗎，sofa 或者地位書櫃嗰啲都未有嘅。咁屋企就淨係得煮食爐啦，有得煮飯啦，有電腦、電視機，咁仲有啲嘅衣物啦，衣物就慢慢拆箱咁樣啦。家徒四壁，我就發覺原來我生活到㗎喎，都即係又另一個啟示就係覺得乜都冇，原來人真係可以生活真係好簡單咯，唔係話唔需要家私，但當你冇嘅時候，你生存係完全冇問題嘅，亦都可以好簡單好滿足。有嘅時候，只不過係一個多餘品嚟啫 ，bonus 啫。人係唔係必然嘅咯，有所有雜物所謂幸福
只不過你覺得係所有嘢有齊先幸福嘅啫。但係當冇所有嘢，可以煮到飯啦，上到網啦，已經係好幸福嘅喎。其實都真係嚟到呢度咧，係過緊一啲係好簡約嘅生活啦，咁樣亦適應到，亦都覺得調節到個心態。當然，只不過係短暫性啦，咁樣之後一個星期咧，嗰啲家私啦、牀啦、梳化陸續送咗嚟啦。咁就我瞓喺地下，大概瞓咗8日到，咁去到第9晚咧，終於有床瞓啦。嚟家私有另一個挑戰，就係因為咧訂嗰啲家私咧訂翻嚟咧，原來全部都係散散收收嘅。譬如話張床，我以為係一整張床啦，原來都係分幾橛，佢自己砌啦，同埋啲櫃啊係要一條條、一塊塊嗰啲鋼筋啊，嗰啲鋼條啊，或者木板啦，自己砌翻嚟啦。一個人其實我咧雖然係男人嘅，其實我啲寫作人嚟㗎嘛。我係唔熟啲木工嘅，砌嘢都幾辛苦㗎。一個人咧，一隻腳去掹住張床木板，然後另一隻手咧去擰螺絲咧，咁就好考力量嘅，所以又瘦多圈啊。但係當我砌完之後咧，我又發覺好有滿足感啦！見到成屋家私咧，全部自己一個人砌喎，又似模似樣，我又覺得自己又achieve 咗啲嘢，成功感、成就感啊，覺得好開心咯〜講到村屋嘅生活嘅喜與樂啦，苦處先，咁就住元朗我呢度咧，最擔心嘅當然係交通問題，因為我住開市區㗎，香港同九龍啊嘛。搬嘅初期我都擔心交通會唔會出入好唔方便咧。我呢個位其實都唔錯嘅，咁行我由屋企行到村口嘅大路咧，佢都係5分鐘之內嘅啫。有小巴啦，小巴就其實通常都唔係等好耐，都好快嘅，有車就出到元朗嘅 Yoho Mall 或者元朗大馬路嗰邊啦。巴士就疏落啲嘅，我附近有一架巴士，但係半個鐘頭一次一班。如果去多啲巴士站，多啲巴士路線嘅話，就我要行10幾分鐘先嚟到巴士站。咁就有時翻嚟嘅話，我都會由九龍啦，就搭西鐵去元朗站，又轉小巴或者巴士啦。我試過夜翻嚟嘅，夜翻咧就會搭去上水站，又轉巴士咁樣嘅。咁我而家係 freelance 嘅工作啦，但係都有啲合作公司咧，我要1個星期至少要翻3日去九龍嘅 office 嘅。咁老實講咧，車費幾貴嘅，咁就來回咧差唔多50幾60蚊一日啦，咁樣成本都幾高下㗎，同埋即係時間成本啦，由元朗去觀塘一程都要個半鐘頭到係。咁另一個問題就係購物問題啦，買嘢啦。村入邊咧有茶餐廳啦，亦都有附近一間71啦。亦都有2、3間嗰啲舊式嘅雜貨鋪，可以買啲雜物啊，或者廁紙啊。附近亦都有淘寶、拼多多嗰啲收貨站，同埋郵政局都係附近嘅。但係如果要正式買餸或者買啲日用品咧，就要搭車去元朗市中心啦。咁就我唯有改習慣咯。咁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住長沙灣咁啦，隨時一落街就有嘢買去食啦。咁而家就買定啲嘢啦，一個星期可能我通常有2日去元朗咁買定幾日餸，買定啲我需要嘅嘢，係一個習慣嚟嘅，要適應呢啲嘅生活習慣嘅問題啦。咁除咗有啲不便之外咧，其實我又覺得係幾好嘅。頭先講露台啦，露台係可以睇到日落啦，曬到太陽啦，晾衫啦，同埋幾啱我呢啲中意禪修嘅人。我可以喺度冥想啦、敲頌缽啦，我覺得。同埋咧，因為我基本上我呢度咧就係近大路咧，係聽唔到車聲嘅，人聲都少嘅。對於我呢啲中意靜啦、中意禪修嘅人咧，係呢個真係天堂嚟嘅，真係好靜好靜，可以心無雜念咁係去冥想啦咁樣。附近亦都有啲公園仔啦，好多樹林。啱我去散步，做一啲叫做少少嘅森林浴啦，呢個又係可以連結到大自然嘅，所以我覺得近呢2個月咧，我係接觸到好多大自然嘅嘢啦，同埋接觸到好多每日聽到啲雀仔聲啦，會吸一口氣，我都覺得好清新，好正咯！呢個地方我覺得好啱我。以前喺網上咧喺 YouTube 咧睇咗好多片咧，就話住個村屋係翻唔到轉頭嘅。我覺得都係㗎，因為住咗村屋咧，啲人就話住咗村屋就唔會再住市區啊嘛。
翻唔到轉頭，係咪咧？我覺得大前提係咧要適應一啲嘅簡約生活啦，同埋少少地嘅唔方便嘅，即係譬如你要住想入住村屋咧，你問自己譬如我呢度咁樣你接唔接受係冇 lift 咧，每日行樓梯翻屋企咧，同埋你未必會咁近大街，有啲係可能近山邊，你要行10分鐘你先出到個大路搭車嘅班次又未必咁密嘅嘛，疏落嘅，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咧？先出門係散步咧，或者係行山都要噴定蚊怕水咯，因為好多蚊㗎嘛。同埋接唔接受到買嘢咧，要 plan 定啦，你可能要訂貨或者係一次過要買好多嘢而唔係隨時可以落街可以 shopping 咧咁樣。仲有就係交通費啦、交通時間啦，呢個亦都要如果你住村屋，亦都要適應，呢個要諗嘅。但係撇除呢樣嘢咧，撇除費用咧，我都覺得係費用係平過以前住市區啦。同埋獨處啦，講到因為我係自己一個人住啦，呢個就令我就更加適應獨處，因為咧呢度地方亦都附近你好難揾到朋友，我冇朋友係住呢個區我有朋友住元朗同埋屯門，但係你冇可能嘅下下叫佢入嚟村屋探你㗎嘛，呢個又比較困難嘅，所以一個人住嘅話咧，就預咗你真係一個人大部分時間喺屋企咧都係獨處㗎嘛。咁我又覺得呢個又好啱我啦，因為到差唔多到我人到中年咧，其實我都履行咗一樣嘢，要減肥，減嗰啲社交活動啦。既然住得遠，或者有啲社交活動，或者朋友覺得其實唔一定要成日見面嘅，咁咪少啲見咯，反而仲落得清閒，同埋令我自己覺得好似另一種斷捨離啦，就係斷咗一啲嘅冇用嘅關係。呢度對我嚟講，亦都係好大嘅收穫啦。咁今日條片到此為止啦。希望我嘅搬屋故事同埋我嘅喺元朗住村屋嘅分享咧，可以幫到大家作為參考啦。記得 subscribe、分享同埋訂閱我頻道，follow 埋 IG 同 Facebook 啊。拜拜。